咦，香港讀經會新版本嘅聖經金句卡喎。阿仔第一時間就買咗盒俾我。呢一盒卡就叫做靈言蜜語，真係好 sweet 啊！等我打開嚟睇下先。有條絲帶，一拉起就可以拎晒成沓卡，哇，好方便喎！全套卡咧有52張，咁如果每一個星期讀一節經文，一年咪可以熟讀52句金句？睇下先。睇下呢張先，一睇個標題同埋圖畫就知道經文嘅重點。仲有啲字仲咁大隻，我唔使用老花眼鏡都睇到啊，正。原來咧讀完經文又可以按住經文嘅內容諗下個內容啦，又可以有祈禱，啱晒我啊！等我拎翻一張出嚟帶出街先，得閒又望下睇下都幾好喎。要搵埋個孫女咧一齊到係加啲顏色，又加強記憶添噃，咁就一定記得啲金句啦。靈言蜜語聖經金句卡真係幫咗好多人㗎喎，又可以輕輕鬆鬆讀聖經。我都要買翻幾盒俾我啲老友記先。